要来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，你的热情甲着支持。Talk 秀台语这个节目哦，马上要来到咱台湾真济城市，甲大家呢面对面来交流，用台语来互动来耍游戏、比创意。节目呢，若是要来找找第二季去练喙花歌手，更加希望咱所有朋友大家来爱台语、讲台语，体会到台语的这个趣味、生活的智慧，以及呢特别迷人的水气。透过这个无同的世代，大家来参与，和这份珍贵的这个语言文化，继续来发展，代代来相传。欢迎收看《说台语，全民练喙花》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恩和平，我是阿鲁比，阿鲁比是阿鲁米的姐姐阿鲁比啦吼。咱今仔日来到台台吼，要来讲故事。要毋过吼，甲大家讲一件代志，就是阮这个节目伫咧 YouTube 顶头嘛看会有哦。请大家吼订阅、分享，甲这小铃铛开起来，而且电视嘛爱看哦。第14台公视台语台、台语台，伫这网络顶头拢会当看哦。拍声鼓励一个感谢。欢迎我们选手出场。除了选手以外，还有阮真重要的评审，欢迎顺哥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台语要讲了好，喙齿啊会用长枝，隆咚飘一飘。哇！我甲你讲，有人叫你来甲我讲，你为什么无来甲我讲？你害讲的人，我走来甲我讲。我跟你讲，后摆有人甲你讲，你紧来甲我讲，唔通害讲的人，我走来甲我讲。哦。这个。你若会当练了好势，你来遮讲话，你就无问题。今日要算什么游戏来？伫介绍游戏以前吼，我来介绍一个阮的老师啦吼。若是阮讲唔对的所在，伊会甲阮教。好，来欢迎老师，尤世平老师，大家老师，大家好。来，他拄吼，恁两个拢犯着同款的毛病啊。阮较懒啊，迄用法是无同款的。我知，咱就是有理，阮就是无理。嘿，有包括你的阮啊，阮就是阮就是歹势，阮兜甲你无关系。嘿，嘿，所以咱就是有邀请你，啊，无咱斗阵来去。哦，譬如讲，阮会当讲，阮生了真好看，就是无你的意思。对，安尼就对啊。无紧。所以呢，我感觉我真巧，都无包括你。好来，介绍一下，今仔日要耍什么游戏咧？愈讲愈趣味，由评审长讲题目，逐队照顺序接力编出趣味的故事。第一个选手限时60秒，第二个45秒，第三个30秒。故事讲了，由观众举手投票，票数较多迄队得1分。拢总战3回合，先赢2回合的迄队就赢咯。愈讲愈趣味吼，等下阮两队会来讲故事，譬如讲啥物白雪公主啊，啥物，要毋过吼，上尾伊爱讲出一句关键的一个台词。哦，啊是啥物款的台词？我唔知啊，爱看顺过。好，即摆就是咧和平这队白雪公主。哦，那边呢 LB 迄队吼，美人鱼，看无？美人鱼，一定要讲啥咧？哦，伊上尾一句是兵不厌诈，这是战争。白雪公主讲出兵不厌诈，这是战争。对，看你边那边，好，一队3个人慢慢啊讲，小讨论一下，互你30秒的时间来开始。30秒。真久以前，白雪公主伊有6个姊妹啊。这6个姊妹啊，有一天行迄路的，拄着一个真矮的矮仔人，伊甲这个矮仔人讲。不愿相信我的，不愿相信我的真心，最后换来一句绝情。是安怎？恁7个姊妹啊，甲我安尼离开20年咯。这20年来，我一直想着恁7个姊妹啊，像当初咱8个山盟海誓。8个人想要过海的时阵，变做讲是8仙过海的故事。八仙哦！啊，这个白雪公主哦，想讲要甲这7个姊妹啊，去看卖这个世界，无得开看到更较快的世界。要毋过这个时阵，风萧出现啦。风萧伫家己的皇宫内底，看这照镜的时阵，问讲啊，惊，莫惊，
像你甲我讲，什么人是世界上上介水的查某人？结果这个囝就甲伊讲啊。就是白雪公主，伊讲哈，错一个，既然不是我，所以讲这个红叶就派人想讲要去掠这白雪公主，还佫有这妾姊妹啊，哦，那会遮侪人。红叶派出伊的军队去找这个白雪公主，知影回来回报讲啊，白雪公主就是这个床仔头，所以红叶就摕到伊的特别的苹果，要来互迄个白雪公主食。红叶就去甲叩门，叩，白雪公主啊！哎呀，白雪公主，我是白雪公主，红叶你好啊！这个苹果互你食啊，感谢红叶啊！我就甲你食啊，我死去啊！红叶就足欢喜的，足欢喜的，就安尼我行到因兜，白雪公主呢就向用徛起来，伊就讲伊食的其实不是苹果，伊食的是后来假苹果，所以伊无代志，所以伊最后一句话就讲。兵不厌诈，这是镇江哦。美人鱼是，真久以前有一只鱼啊，生活伫海里，海里，海内底，伊的名叫做美人鱼。啊，毋过美人鱼，啊，毋过伊生做少摆啊。有一天，伊想到一个好办法，伊要去找一个足有名的金庸医生。哦，金庸医生，金庸医生，一听讲伫台北有一个金庸医生，足有名、足厉害的。迄个医生甲伊讲，哇，你看安尼，敢若会当投胎啊？伊讲啊，无你唱一首歌来，互我听看觅。伊讲好啊，我比别人卡认真，嘿嘿。你唱安尼吼，敢若会当互你半双卡尔。啊，毋过吼，我嘛无爱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伤歹听。恁这个有水了，啉了。什么流水？流水你变瘦啦！我伊吼，伊就想讲是安怎？我这个人就一定要变水才会用的咧，让女性应该爱当自强。所以我无想要嫁予王子咯，我规事。甲王子擦掉，我家己来做，方向唔好吗？这个美人鱼就变做这个国的方向啦，这就是兵不厌诈，这就是战争嘛。来，大家认到请看后面。感觉呢，这边的白雪公主胜利，请举手。请举手。哦，请放来免阁算啊吼，因为剩无3票嘛。好，不，我想要看什么人甲阮支持。对，好来，什么人甲伊美感觉美人鱼迄队得到胜利的，请投票举手。哎呦，多谢。请问这位姐姐，你为什么会投这队？纯粹是当真票。感谢这位歌后，他那个多一个举手的。我感觉不敌会让会演的就好。迄个演了袂歹，演了袂歹。我嘛是同款啦，但是东京的啦，东京。来，麦克烟花，大家拢感觉吼，这个看这个表演其实你感觉真简单，吼，但是并无遐尼简单。过来呢，麻烦足有勇气举手的人，莫讲甲哩哩啦啦。本场就咧乱啊，过来乱者，更加严重。来，有勇气的朋友请举手。听讲有观众朋友想要耍啦。来，这位。来，什么学校叫什么名？我是台湾大学机械系林依晴。机械系哇，哦，很酷哎。较早做囡仔听人讲，这人读台机械系啊，拢感觉伊是住咧月牛顶头啊。吼，这个头壳还足好的啦。厉害。你什么学校？大家好，我是阿莹。我真正你阿莹，我是阿莹。我老师嘛阿莹。拍摄。来，刘兄，什么系？我进前读理工科，即摆咧读台文系。哦，台文是台湾文哈。师大的台文系。哦，台文所。台文所啊。好，安尼好，你要竞倒一队，恁两个哦，赢一个，一两三，共甲八。
有啦，你经倒一堆。因是阮先摆吼，伫个大文社先摆啊，伊讲伊感觉阿鲁比足水的，所以我要宣传。伊拉西马塞。小等下，俗语讲了好，水无一定好用啦。啊，你就这堆，来我这堆，你选一个人换落来啦。我讲你，一两三拢会。你讲到这，我来再讲一个故事，大家都小学一下吼。来，一个门内底一个人，这个叫啥？下。嘿，一个门内底两个人叫啥？两个人叫客，叫客嘛。哦，就可以。一个门内底三个人叫鸡，一个门内底足侪人咧。你若去坐电梯内底伤侪人。好来，这个跟电影有关系哦。九处第三排。哇，九处第三排。啊，恁那边是海角七号。哦，你敢有看过？淡暖爱海淡暖爱，是。好，但是恁上后壁，这个演员的时阵有一句话叫做：“哎呦，为我这甲你迄边，总共有5步。”哦，为我家国家迄边。甲你呀，好来。今仔要甲大家讲丢，这边丢下，九处拄三排。这出电影的主角叫做阿顺啊，阿顺啊，有阿顺，嫁你孙，就是这个阿顺啊。这个阿顺啊呢，想讲哇，我想要来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，伊就靠伊的朋友，靠伊的里长，讲里长，我今仔要甲你做去拄三排，拄对三排。第一鸟鼠啊，换人，记咧。第一鸟鼠啊，第二家雀，第三蠓啊。所以伊要去维持这个环境的卫生，啊去甲村内底的这个伤害甲伊除掉，除了后，你长着互蠓啊夹着，伊就得着迄热狗热，所以伊就跳起来。啊，所以迄阿孙啊，就要代替里长来担起这个你的责任，所以伊就要出来竞选里长。去竞选里长的时阵，伊讲伊做里长要做啥，就是路爱顶爱死起来，会倒路爱平，水沟爱清，伊就甲大家讲，这就是伊的证件，伊选里长的证件。伊讲伊的证件讲了啊，伊的前女朋友就走出来啊，伊前女朋友爱扛伊做伙选里长。好，然后因两个做迄个选里长的时阵，这揪出伊的手下人哦，下骹手人哦，就甲伊讲，我甲你讲，我遮有一罐药啊，这个药啊你甲人喷落，只要5步以内一定会死。所以讲，你后一遍甲伊辩论的时阵，你就摕出来甲伊。安尼人就死啊！你拢免选啊！就纯是讲袂使，伊是我以前交往过女朋友，哪会使安尼就甲伊抬起？卡主人讲，并且我甲你讲，并非演诈，这是正经案情。这是丢一个啊！咁讲，两个人总算讲是来到辩论迄天，两个人徛伫台顶的时阵，这前女朋友就向用啊甲伊讲，我只是要甲你讲，我已经互相意爱，希望讲今仔日结束了后，不管讲是啥物人赢，啥物人都大家拢是赢的人。每一个人拢是赢的，这揪出想讲，我手头摕这罐药啊，我呢喷是不是一个歹人呢？最后伊甲这个药啊摕互这女朋友，甲伊讲这是芳水，你会当最后甲我喷一遍无？你知影无？为我遮到你遐总共5步。我对。海角7号，海角7号，好，天来咧，天来6号，海角7號。啊，我对你对个天涯海角。好，别台吧，有一个少年人，伊名叫做阿嘉，伊就搞弹吉他，毋过伊唱歌实在有够歹听。好，这阿嘉逐工咧唱歌，哎呦喂啊！就是伤歹听到迄个地拢咧震动啊！哎呦喂！
当啊。这个时阵吼，有一个伊的厝边啦，想讲，这个人声哪样好听啦，我就爱听的呢。我逐工拢安尼唱，地拢咧叮当，我唱甲遐歹听，你哪会遐介意我的歌声啊？家己我闹跑。后来，伊朋友就甲伊讲：“你伫遮发展哦，伫台北发展伤难嘛，你爱转去南部，伤困难，你就爱转去南部，伊就相识一个单月经的无伯，伊就一直讲：我是国宝，国宝了，无偌久，伊听伊唱歌听到伤歹听，伊就走去，伊就死啊！伊就讲，伊就报着伊个外勤，讲着迄句话就是讲，留落来也是小好你。伊就讲安尼要安怎？伊讲无，为我遮到你遐，哎呦爱无，哎呦。小等咧，因为头拄呢有两个所在呢，咱必须要呢请教老师。请老师讲。迄登革热标准台语安怎讲？哦，就是天高热。天高热，大家斗阵讲一解。天高热。天高热。那这个乐器爱讲乐琴还是乐琴？哦，乐琴。乐琴较柔软啦吼。乐琴嘛，敢若叫一个人。迄人的名叫乐琴吗？乐琴啊。安尼我对无？哦对啊，我对吼。好，安尼咱开始来投票。任何情况下面，所有选民的目睭是呢，真金细细的吼。咱即摆呢，为明星啦吼，这边是海角七号，感觉因胜利的，请举手。哎呦，四票，五票，进步。有拼5票，好麻烦一个。这位阿姊如果是同情票呀，哎呦，我是心中的支持者。赶快的意思。这个理由袂歹。对。你在表现？都一个学校呢？距离政治大学。政治大学，什么系？财经。哦，财经金融。你为什么会投一票？我感觉迄个地动就趣味哦。像，迄个地动啊。地动。地动啦。好，等去好好练台语好不好？好啦，咱都做一摆嘛，是举只手的，无分数嘛歹看。来，感觉呢，黄浩明这队胜利的举手。来拍我。我嘛想要听一个原因啦。我是感觉伊个和平，迄个收尾做得袂歹。哎呦，就好讲，就好讲，对，分气。对，安尼咱规矩位头到尾拢叫伊倒咧涂骹。今仔日这出的收视率就真悬，倒咧谈呢。好，袂歹哦。你为倒位来？我台北来。台北来哦。台北人。啊你目睭拢遮细蕊哦，做啥？哎呦，我这不是个没觉来，啊你感觉黄浩平这队好伫什么所在？我感觉第二个作业就高水。这就是乱来的感觉。对啊，我是叫伊来做评审，不是叫伊来上阵的啊。这哪会变做这款节目啊？哎呀，但是哦，你若有愿意要讲，这个台语就愈来愈认真了。对。好，我感觉讲就是安尼哦，你突你无讲，你敢若英语，你无讲你就唔敢讲啊。好，来破包，来拍破啊！今仔日这集呢，3战2胜的吼，如果是黄浩平这队，阿雄来。咱感觉伊伫个吼，这个台语的组织上，吼，甲这个卡本，内底这个吼人物，以及呢这个过程，拢较顺啦。感谢。迄边哦，因为插一个阿鲁米的哦，すみません啦，真正是就歹势啦。你无要紧，为今仔日开始等去你好好练。好，反正有一天，我就不会用。莫讲我，咱唔多有一天哦，咱两个伫个我迄
迄个咖啡厅有，我甲你讲台语哦，向翕着有，哦，叫像狗啊汪汪有，哦，狗啊堆啊，狗啊堆翕着啊，咔嚓咔嚓，嘿啊，讲咱两个都谈恋来，啊，我就讲，我一定会出来讲，迄毋是我，迄个黄浩平，我就讲，迄毋是我，迄蔡阿嘉。哦，感谢大家来到我透透小台语，全民免水。